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2月17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B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264 5班2200米，1號馬幸運同行，孭135磅，5檔起步，上大石鼓移出3碟入彎，揈到5碟入直路，最後200越追越近，輸半個馬位，孭頂磅，做嘅時間快過4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266 4班1200米。1號馬尊智神，孭135磅，12檔起步，沿途3碟，揈個大闊彎入直路，最後85逢馬過馬，孭頂磅排大外檔，掟闊彎步速慢，咁都衝贏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同場另一隻馬4號細水長流，孭131磅，4檔起步，出閘尾二。沿途3碟，揈個大闊彎入直路，最後85鬥衝下跑第二，輸4分3馬位，步速慢，沿途走蝕位，掟闊彎，有咁嘅追勢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267 4班1650米，6號馬加州活力，孭125磅，6檔起步，出閘尾3。越跑越後，包尾電車路走3碟，揈到最出入直路，一條直路如入無人之境，彈甩贏，步速慢，走蝕位，咁嘅衝勢唔同班咁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268 4班1200米，6號馬雷神太保，孭128磅，1檔起步。大熱2.4倍，一條直路塞車冇位，冇跑過，呢場賽績不能作準。同場另一隻馬2號馬聖多多，孭134磅，5檔起步，臨場賠率6倍，一條直路冇位，冇跑過，呢場賽績不能作準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